段时间，新竹宝山乡的阿公阿嬷人手一把竹子，卖力除去枝叶。村长田焕珍手拿竹扫把，说起宝山跟他的渊源。10几年前，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做竹扫把。对，大家村里面大家一起来，晚上呢就是大家比较热闹，聊聊天啊。家家户户做手工的场景，现在变成庙口的联谊定时聚会。阿公阿嬷们闲话家常，做起竹扫把已经像是家常便饭。你的手不用戴手套？不用戴手套，已经老皮了。宝山产的桂竹枝叶细密，做出来的竹扫把好扫好用。乡亲们拿大陆制的梦中竹扫把做比较，好坏立刻见真章。连那个绑的全部用竹皮，这个比较耐用啊。这个可以比较耐用哎。我们宝山这边做的是一支的话哈，普通一般家庭的话，1年2支的话就够用。那这个的话，少1个月2个月就报销掉。1、2个月就批啊。对不对？老中青3代同心协力，热闹的社区活动串出一支支竹扫把，也串起浓浓的人情。这里很热闹，客家话要怎么说？亚威安闹热，亚威安闹热，亚威安闹热，亚威安闹热。